民众辛苦来买厝，甲建设公司来签约，但后来因为交厝延迟，造成身故和权益的受损。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来订正，希望建商会用依照合约来赔偿延迟交厝的赔偿金。从他原始的定的合约到他拿到使用执照，就已经290天了。那我们想说啊，已经快交屋了啊，然后他也稍微有在预告说，可能什么时候会开始启动验屋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交几个月以后会交。然后我们就去询问说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说你有那个延迟交屋嘛？你要赔偿，合约有定嘛？那是不是说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，你要怎么赔偿？我们预期最好的状况就是说你是不是如果赔我们，到时候我们要缴款的钱可以扣掉？对，我们本来是这样想，哪知道我们去跟他反映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到事务所去反映的时候，他们就当场就呛我们说：“你们这个房子都有涨价，你们都有赚钱我们不会赔你们的，你们都有赚钱，我们不会赔你的。不管房价涨跌，就是一个合约，不然我们就口头约定就好了。当初他为什么还要辛辛苦来签这个合约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在不管斡旋之中，全部都是市府还有美燕姐在帮忙我们。连上看到现在也没有再出席，还是空位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拒绝与我们做任何的斡旋。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说要多把的跟那个连上，我们也任何的态度也都是非常的温和。那只是说祈求连上给我们一个说法。那他从一开始就避而不谈到现在。上午出席的住户大约120位，议员林美燕嘛邀请市府工务局甲发这厝的消保官来调解。不过，因为建设公司并无派人误会，而且消保官嘛回应，因为进前调解无成，议员伫个记者会中嘛敲互建设公司，对方嘛表示只愿意延长报告来回应。我们现在正在开记者会啦，我们正在线上我要请问一下，就是针对我们连上海团这个延迟交屋这个利息迟延利息，你们现在怎么处理呀？我们现在在努力跟大家就是在交流中就是其实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对，尽量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有一些户别都还在陆陆续续库当中，对。就交屋的部分对不对？对。那迟延呢？迟延利息怎么处理？迟延利息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呢，因为公司这边是还没有跟我们说要怎么那个处理确实，契约上有这样的迟延利息、迟延取得使用执照要给付迟延利息的约定，但是很可惜，两造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给付迟延利息的部分没有办法达成共识。那连上这边，他后来是只能提供延长防水，还有那个建材设备部分的保固年限。好，那所以后续我想应该消费者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满意的。那后续我们针对这个消费争议，我们的买受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消费诉讼，那请求连上公司要依约给付迟延利息。因为建商无以合约来交厝，市府工务局甲消保官认为，只能以民事纠纷来处理，伫个协商无成。最后19月19号，嘛甲台南地方法院来提出民事的起诉状，诉请给付延迟的利息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